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大早上穿这么少干嘛？你个臭流氓！这是给你看的吗？臭流氓！哎，臭流氓！你倒是让金麒麟看他得想看才行。你再说！这大白天你俩干嘛呢？大白天你俩也打个码？老板，你听我说。啊！我不听！你穿成这样干嘛呀？朗朗乾坤，你俩这完全就是道德沦丧啊！哎呀，讨厌！我是，那个是林贝贝吗？这女性特征完全展示啊！林贝贝可真是直哎，可男可女，可保镖，可推导。姐夫，你的嘴别那么损好吧？哎呦，你把损的事儿都干了，我嘴损点都不行。哎你，啊，给我倒杯水。快去，给我一倒杯水。